家这个民族，有山必有客，嘿，有客必有茶，嘿，有茶就有山歌唱，山歌嘹亮同花香，山歌嘹亮同花香。以书道艺术发扬客家文化，书法家叶宽宇让文字之美多样化。这个栗树呢，胖胖的、圆圆的，很可爱、很 Q 的样子，适合小朋友看。我喜欢年轻族群，吸引年轻族群来，因为薪火要相传，没有年轻人喜欢是传不下去的。擅长用书法套作说故事，一个又一个系列，像章回小说一般引人入胜。为了要让自己的民族，了解自己，而且找到光荣。能够有一个核心价值，知道自己客家人的优点在哪里啊？那也要让其他族群了解。用书法写客家特色、客家习俗和文化，叶宽宇在文献中寻根，还定调客家的颜色，柔韧淡红，取名客家红。客家的点心，客家花布所以像荷花也那个颜色其实是客家红。就是客家红颜色，深深浅浅的桃红或粉红我界定为这个颜色叫客家红。一抹客家红蕴含客家人本性的热情，而气势滂沱的榜书，叶宽宇要展现客家内藏的大气。我们看到客家精神，老师也再一次的除了榜书之外，再解释一下它的精髓，对不对？其实也就是凡事向前看每个事情都会向前看妈妈该做我们都该事情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叶老师透过他的作品，让大家以字画之美更贴近客家，认识客家，而我们也从他的作品看到了他的奉献和热情。每个事情都爱向前看，妈妈该做我们都该事情，每个事情都爱向前看，妈妈该做我们都该事情。